黃毓民議員。主席，立法會喺11月6日否決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要求政府出示所有有關審批本地免費電視節目牌照申請嘅文件之後，事件繼續發酵。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表示考慮提出司法覆核。通訊事務管理局11月8日嘅文件亦都表明向特區政府建議批出3個牌照，由前港管局委聘撰寫4份免費電視顧問報告嘅顧問公司就高調抨擊政府斷章取義。壹傳媒因為連日報道網民發起無線台慶熄燈嘅活動而遭受到無線電視嘅封殺。毛議員要求傳召嘅王維基被周刊揭發有桃色醜聞，回應自己係遭政治抹黑之後，開始表現沉默。本席認為焦點已經逐漸模糊，大眾嘅注意力開始由特區政府分散去到無線電視王維基顧問公司身上，事件最後恐怕都係不了了之。毛孟靜議員嘅議案要求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命令王維基同埋通訊事務管理局主席何沛謙先生或者兩人授權嘅代表到立法會作證同埋呈交相關文件，但係佢哋兩個根本就冇辦法指出梁振英同埋各行政會議成員嘅會議發言同埋真正嘅立場，所以專責委員會亦都無法證實梁振英徑自改變發牌準則同埋查出不依通訊局建議發牌嘅原因，亦都無法告知公眾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否決發出3張牌照嘅原因。即使今日嘅特權法議案獲得通過，恐怕亦都只能夠迂迴地尋找真相。當然，基於維護公眾知情權嘅立場，本席亦都會對議案投下支持票。圍繞免費電視發牌風波嘅議案已經多次喺大會上討論，議員都不斷重複相同嘅論點。本席唯有將當年喺新聞學教室一啲老生常談帶嚟議事廳，同大家分享一啲新聞傳播理論。本席喺11月6日嘅會議上就涂謹申議員嘅議案發言嘅時候，已經指出一般人民都有媒體使用權，喺一定條件之下可以要求媒體提供版面或者時段，允許佢免費或者付費利用，藉以表達意見。特區專權政府限制港人選擇電視節目以至使用媒體嘅權利，令香港電視市場遠比其他地區封閉，損害閱聽人同埋公眾嘅利益。香港嘅流行文化產業、創意產業江河日下，媒體節目嘅內容亦都漸趨單薄，同呢一個都係有莫大嘅關係。自從1978年佳藝電視倒閉之後，香港嘅主要視像媒體20幾年來都只有2個免費電視台。由於技術同埋財力所限，2間電視台以外嘅內容提供者固然難以接觸媒體消費者，媒體消費者亦都無法發掘2間電視台以外嘅節目，接觸到資訊係變得非常片面，而且無力行使對媒體嘅監督權，地位相當被動，根本就沒有權益可言。除咗媒體消費者，其他嘅內容提供者亦都會受損。通訊事務管理局9月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涉嫌違反廣播條例競爭條文作出裁決，裁定無線電視違反咗廣播條例第13、第14條，罰款90萬元。同時指示無線電視即時終止違例嘅藝人或者歌手合約，要求無線電視喺4個月內提交書面報告，清楚地表明無線電視嘅做法有違公平競爭。無線電視多年來限制部頭合約藝人喺其他媒體亮相，直接打壓咗佢哋喺其他媒體嘅發展。
亦都間接傷害咗其他媒體嘅消費者。呢一種少數人利益凌駕多數人權益嘅現象，鮮見於其他先進地區嘅媒體市場，但係竟然喺香港呢一個標榜自由市場嘅城市出現，可謂十分諷刺。喺特區政府公布批出免費電視節目牌照嘅決定之後，聲稱循序漸進發牌係避免過度競爭，令競爭出現嘅進步會曇花一現。其後又補充咁樣話，應該循序漸進地引入競爭，以免因為免費電視台急劇增加而造成負面嘅影響，例如割喉式競爭，以節目質素下降，最終令公眾得不償失。呢一種質疑競爭嘅論調，竟然出自一個資本主義50年不變嘅特區政府之口，尤為可笑。特區政府唔係標榜香港連續10幾年被評為最自由經濟體嗎？觀乎特區政府就免費電視發牌嘅黑箱作業，香港最自由經濟體嘅桂冠，你仲戴得上咩？早前特區政府透過多個親建制媒體吹風，報導香港電視所謂死因，塑造輿論。例如香港電視計劃開台初期開設多條頻道，廣告收入難以支持，造成惡性競爭。營辦免費電視為期最少12年，財力欠佳者太早燒炮仗放煙花式嘅投資，將不利市場。有業內人士高調現身話，本港免費電視廣告市場無法容納5間電視台，無線電視更加喺黃金時段播出資訊節目，引用片面或者已被王維基否認同埋澄清嘅資料，指香港電視網絡不及奇妙電視同埋香港電視娛樂。惡性競爭一詞成為特區政府同埋親建制媒體近日念念有詞嘅套語，本席不禁要問：何謂惡性競爭？惡性競爭是否就係節目質素下降、燒炮仗、放煙花式嘅投資？本席翻閱通訊事務管理局9月就無線電視藝人合約違反呢個競爭行為嘅裁決，當中提到無線電視曾以防止惡性競爭作為藝人合約嘅抗辯理由，同特區政府係有志一同。通訊局嘅回應就係話，無線電視喺決定競爭是否屬於惡性，不應扮演任何角色。競爭法係假設競爭本身存在好處嘅，競爭各方面應該盡量極力去勸或者劇烈地去競爭，大家不得以私人手段去遏止呢個競爭。如果有惡性競爭嘅時候，應該係政府而唔係私人機構嘅責任，以法例或者其他行政手段嚟糾正措施。呢一種說法係冇定義乜嘢叫做惡性競爭，同時似乎將惡性競爭嘅解釋權、話語權交翻俾政府，本席實在不敢苟同。關於媒體市場嘅競爭，小弟都讀過幾本書，係歐美地區啲主流媒體經濟學家嘅睇法。佢哋認為市場被少數媒體壟斷嘅時候，媒體組織就再不會熱衷於產品或者節目嘅改革同埋創新。因為市場集中嘅時候，媒體組織就會全力以赴爭取最大嘅市場佔有或者份額。為咗搶佔市場，市場上每一個媒體組織會迎合大多數閱聽人，但係唔會冒犯少數族群嘅產品同埋節目。久而久之，市場上嘅媒體產品就會變得相近。所以今日你睇到啲電視劇，佢係欺負你嘅。我話俾你聽，不斷播嗰啲同質嘅電視劇，你都冇得揀。試過3線電視劇都係嗰啲嘢，有啲 N 咁多年前做過嗰啲，又係嗰個場景，又係嗰啲衫，係咪？即係當你冇得選擇嘅時候，冇得揀嘅時候，你焗食，係嘛？呢個就已經喺香港嘅電視事業裏邊，大家都睇得清清楚楚嘅，係咪？由於媒體組織不再致力喺佢產品嘅創新，品質就難以提升，媒體嘅表現就漸趨下落。反之，當市場集中度低、競爭劇烈嘅時候，市場被好多媒體所分佔，單一嘅媒體就難以獨佔大部分嘅市場，壟斷市場嘅目標就變得遙不可及，亦都唔划算。喺有充分競爭嘅市場結構底下，最佳嘅策略就係發掘特定市場，再努力經營，穩定喺個市場嘅根基。當市場上每一個媒體都着眼喺特定市場上，
自然就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本席從閱聽人或者媒體消費者嘅利益出發，關注嘅就係節目嘅內容同埋品質，不同觀眾嘅口味會得到照顧，資訊是否全面等等。但係根據特區政府嘅講法，政府關注嘅係電視台可唔可以賺返啲投資，太多電視台進入市場會造成電視台倒閉等等。換言之，政府就係從一個媒體經營者嘅角度出發。點解特區政府要將少數媒體經營者嘅利益置於其他經營者同埋整體媒體消費者嘅權益之上呢？特區政府所擁抱嘅自由市場個主旨本嚟就係公平競爭，市場經營者同消費者都要喺競爭裏邊進步同埋得益。只要能夠符合上述條件，就冇所謂惡性競爭。所謂公平，就係所有人都享有平等參與嘅機會，獲得大致相若嘅市場消息，同埋一視同仁嘅制度。政府只可以確保市場符合以上嘅條件嚟運作，而哪一個媒體能夠進入甚至離開呢個市場，並非由政府所決定。權力喺消費者身上，特區政府控制市場參與，最終就限制咗消費者嘅選擇，擾亂媒體秩序，損害消費者以至公眾嘅權益。呢一次發牌事件激起民憤，係咎由自取。上個月立法會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嘅會議之中，講香港電台喺將軍澳會興建新廣播大樓，將會耗資60億元，更新設備同埋提供3條數碼地面電視。有建制派嘅議員不滿以公帑運作嘅香港電台，經常批評政府反中亂港。當中更有人指呢個香港電視網絡嘅投資同香港電台比爭好遠，於是就叫王維基收皮。另一方面，泛民主派嘅議員又表示，香港電台喺呢個政務官做呢個台長嘅期間，自我審查、打壓言論自由，淪為政府喉舌。咁呢個香港電台真係左右不是人，係咪？你要用60億嚟起廣播大樓，建制派又話你反中亂港，民主派又話你自閹、自我審查，咁點算好呢？係咪？嗱，香港電台呢個將軍澳廣播大樓用60億，政府就一定要有解釋啦，係咪？點解16變60？咁然後佢哋而家就話：喂，我有3個地面數碼電視頻道，即係等於有間電視台啊，阿哥，一間新嘅電視台啊，係咪？所以局長，我諗你未來要面臨嘅問題就唔係淨係呢個免費電視服務牌照，因為你口中念念有詞做錄音機，咁啊大家都耳熟能詳，亦都唔會有新意。講句難聽啲，係梁振英帶挈嚟嘅，係咪？咁但係跟住落嚟2間免費電視，即係亞視同無線嗰個續牌，我哋啲議員對無線一台獨大又極為不滿，對於呢個亞洲電視沉柯不起又極為憤怒，咁係咪2個牌都唔俾佢呢？嗱，呢個又係你面臨嘅問題。再嚟就係呢個香港電台將軍澳廣播大廈起唔起呢？又係你嘅問題啊！我而家見到你呢，即係我都戥你即係難過。你點樣去應付呢啲咁嘅問題呢？今日呢單好易搞掂嘅啫嚇，但係未來香港成個廣播事業嘅發展，其實難題非常之多。跟住仲有啲人話2016啊，商業電台發牌都可能有問題，有個主持俾人調職啊！哇！你話真係啊，香港嘅廣播事業你話幾緊張咧，係嘛？即係喺而家咁嘅關頭，係嘛？當然跟住有政改，又轉移咗視線。主席，香港電台能否為公眾提供多元同埋信實嘅消息，補足商業電視嘅不足？至於其他電視節目嘅取向、形式、立場是否適合，有廣播條例規範，亦由公眾去判斷。媒體市場嘅主人並非政府或者媒體經營者，係廣大嘅媒體消費者，即係香港人。主席，本席謹此陳辭。